顶个月新北市三重埔有警察拍民众，将这个受害者黄先生，据说警方要用10万块甲伊和解哦。这黄先生今仔又搁公布影片，指控穿便服的警察当时无提出证件，阁有2个穿制服的警察就徛伫边仔看。今仔这受害者伫立委的陪同去监察院，要求监察委员进行调查。 画面当中看到事件发生迄时阵，除了穿便衫的警察以外，边仔阁徛2个穿制服的警察，但是因看到民众互当事饲伫涂骹拍，完全无反应。他一直把我压着，一直打的时候，我的手上是靠着手铐，但是有2位制服员警就站在旁边看戏。 另外，为着证明2个拍人的警察伫执行勤务的时阵无出示身份证件，黄先生阁提供录音档。那我们就是驱车前往埋伏。 是不是？要警察来载警员，没有出示警员，我来不及出示警员，就是没有出示。除了无出示证件，立委区显地讲，2个警察抓人的时阵，阁使用暴力的手段，有这款行为其实无适合做警察。莫名其妙的把一个老百姓暴打一顿，这种情绪的管理，这种情绪的控管，基本上他已经不适任员警，那他当然构成了公务员惩戒法上面的违法。 滥权失职的这个状况，所以就这部分的话，我们也会要求监察院应该要去彻底的教他。警察无出示证件，用暴力的方式抓人，边仔的当邻甚至无反应。针对受害者提出来的新证据，新北市三重分局永福派出所表示无方便回应。记者麦尚英、陈宝罗台北报道。